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中华鹿港高中的学生到澳洲雪梨参加乐高联赛亚太区的公开赛，摕到机器人竞赛的冠军，因摕到国旗就台领奖，再一次让世界看见台湾。 中华鹿港学生摕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台领奖，这学生到澳洲雪梨参加 FIRST 乐高联赛亚太地区公开赛，第42组参加比赛队伍内面摕到机器人比赛冠军。比赛经过3回合，过程是紧张刺激，幸好中国队入场。不过这学生呢真厉害，一直改良程式，让机器人走得更较快，超过中国。后来佫拄到巴西力量。 哇靠！因的策略运用，最后伫满分400分，摕到386分，得到冠军。表现非常优秀，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这次呢代表台湾呢拿到这么好的成绩。鹿港高中学生表现较好，嘛得到总统蔡英文电文祝福。当我们台湾的国旗飘扬在国际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感动。 因为比赛前完全唔知影任务甲内容，考验到学生平常时培养的实力甲应变的能力。鹿港高中表示讲，未来学校会伫机器人社团更较用心，让学生有更较侪发挥空间。